今日嘅馬鞍島係咪好似10年前嘅深圳？馬鞍島嘅規劃係咁樣嘅，但事實係咁樣嘅。大家係咪覺得深中通道嘅開通離深圳離香港好近呢？選擇呢個地方一定冇錯。想下啦，你今日唔係同你渡河嘅，而係同你執屍。呢個係2024年嘅馬鞍島，而呢個呢係依家嘅馬鞍島。可能你覺得2024年到25年中間呢，只係過咗1年，馬鞍島佢可以有咩嘅變化？咁我哋依家就睇下佢發展成點樣。呢一條係連接中山同埋深圳嘅一條通道，相信大多數喺中山生活嘅朋友都了解到七七八八啦。咁我直接講重點。喺未開始之前呢，就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大家覺得深中通道嘅開通俾中山帶來咗咩？喺2024年6月30號呢個節點，深中通道嘅開通對於中山嚟講絕對係振奮嘅。我記得我嗰日咧睇咗好耐嘅通宵直播，曾經我一度認為中山嘅經濟會因此有好大嘅變化，但從目前嘅情況嚟睇，深中通道嘅開通並不是那麼一回事。我就唔知當時大家對於深中通道嘅開通抱住點樣嘅期待呢？歡迎評論區講講。馬鞍島除咗深中通道嘅開通之外呢，就係呢個地方啦。有幾多人凌晨2、3點出發，就係為咗影呢度嘅日出？天氣好嗰陣咧，你仲可以望到對面嘅一個深圳。目前嘅呢度咧，已經形成咗商業體系。當然啦，你哋仲幻想住，哇，仍然係一座正在發展中嘅新城市。目前佢有景點啦，有知名企業，有住宅區，有學校，仲有地鐵。但絕大部分嘅地塊啦，仍處於待開發嘅狀態。未來嘅馬鞍島仲會引進更多嘅企業、商業同埋醫療來形成一套更完整嘅城市體系。但係你哋會等唔等到嗰一日？按依家樓市嘅腰斬速度嚟睇啦，我諗佢未到，大家就開始頂唔住啦。呢個係硬生生嘅事實。咁美好嘅夢幾時先醒呢？Hello， 各位港澳嘅街坊，我係蘇神，係一個發展商又真、觀眾又愛嘅小小博子。正所謂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我只不過企喺各街坊嘅角度理性分析問題。無論你鬧我好，支持我都好，都歡迎評論區打出來，講出你心中嘅見解，順便俾個 like 我 ，thank you。馬鞍島曾經被吹到天花龍鳳，依家佢變成咗咩？變成咗一個專收接本客嘅孤島百慕達。當年嘅地產仔點樣同你講？全漢對岸深中第一站40所學校，灣區嘅醫療城，結果呢，深中通道開通快2年啦。你翻去睇下，40間學校先係起咗2間就冇啦。夜晚黑根本係冇人住嘅，連個路燈都唔捨得開。深圳人係咪過嚟買房？佢哋只不過係過嚟玩下，食完米格就翻深圳瞓覺啦。據不完全嘅統計，有3到4成嘅港澳街坊咧就深深被套路咗。我今日咧就撕開馬鞍島嘅呢塊遮羞布。當年你哋衝入去買恒大魚龍灣係咁樣嘅。收樓係咁樣嘅，樓下啲車庫咧全部係積水，呢個咧係同行嘅第一視覺，啲門窗全部堆積喺度，大家睇得出係車庫嘛？而且之前已經爆咗煲，政府出面補交樓，唔係嘅話仲慘。執翻身彩，啲樓價咧就冇咁好彩啦，呢個真係冇眼睇。發展商當時有幾風光，依家就有幾折墮。你見個樓價跌過超60%未？大家睇下呢個表，榜首就係萬科西灣匯，21年嗰陣咧，當時賣緊35000一方，25年咧賣13000一方，資產直接蒸發
63%。第二名咧就係恒大熱龍灣，21年嗰陣咧賣緊26000一方，25年咧賣11000，跌幅58%。第三名咧就係招商真灣府，咁就要重點講下啦。21年賣緊27000，依家賣緊13500，跌幅近50%。喺裏頭前三咧，目前一手在售嘅，2020年9月30號攞嘅地，當時成交價36.65億，接客樓面地價咧就12544。咩話？麵粉同麵包差唔多價。招商佢依家賣緊嘅係3期位置，仲係小區嘅中間位，單價13000，大裝修，差少少單位同地價差唔多。當麵粉貴過麵包，大家試諗下，發展商點解又要咁做？明知道係蝕錢嘅，仲要貼錢賣。大家一齊估下，到底係邊種嘅可能性 ？A. 前期收割咗一大波客戶，依家清貨收尾，拉平均整體個均價。B. 急需要金流，套現離場。C. 早期啲單位啦已經收咗樓，萬一熱錢賣緊13400，一手嘅房源只有更低先有人接手。你哋揀 A 揀 B 就係揀 C 呢？歡迎評論區打出來。無論發展商係邊種情況，都係蝕本嘅，蝕多蝕少嘅問題啫。同馬鞍島嘅業主一樣，當初充滿希望同埋夢想入手，點知翻唔到轉頭啦。好啦，其實馬鞍島仲有一半嘅業主係深圳嘅，因為深圳房價太高，平嘅就3、4萬，貴嘅就8、9萬一方。我哋啲打工一族買唔起喎。啲發展商咪睇中大家嘅心態咯，啲展廳開到深圳每一個區宣傳，免費專車來回睇樓，仲包食飯，都唔知幾多人啦係咁樣被落搭嘅。俾大家個幻想，香港深圳揾錢，中山使，深中通道過嚟20幾分鐘就到樓盤啦，真係好方便。但係大家唔好忘記，深中通道呢條橋咧係使咗唔少錢嘅，同大家計條阿婆數。過橋費咧單程66蚊，來回咧就132，加埋油費每日就大概150蚊。一個月我當你上24日班，即係一個月咧就3600蚊。你個月辛辛苦苦賺嘅來嘅錢咧就全部上繳咗俾呢條橋。你想搭公交，你頂唔頂得順啊？你早起梗係要噶啦，晚黑咧翻來仲要趕車，趕唔上咧又係一筆費用。咁樣係叫大灣區嘅1小時生活圈咩？我話就係1小時嘅節奏圈就真。點解會跌成咁？因為當年發展商同中介將未來10年嘅二期全部投資晒。2021年嘅樓價係基於產業馬上來，人馬上到嘅幻覺。結果呢，馬鞍島常住人口連2萬人都冇，規劃係20萬人啊！呢個差距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中山嘅本地人點睇？個個搖晒頭。截止到今年嘅2月8號，馬鞍島嘅一手庫存大約係6500套，二手嘅掛牌係300套到400套之間，總共大約有7000套。按每個月去化100到150套嘅速度，去化周期都要4到6年，仲有邊個人敢接手？投資客早已不作所措，留低嘅全部係被拴住的剛需韭菜。各位港澳嘅街坊，馬鞍島嘅崩潰啦，話俾我哋聽，脫離咗居住嘅品質嘅炒作，最後都要付出慘痛嘅代價。潮水退咗，就知道邊個係冇着底褲喺度游水。你要嘅係有醫療、有教育，行落街就有茶飲嘅地方，而唔係地圖上呢個幾十公分嘅直線距離。你仲諗住去馬鞍島抄底？或者你手頭上有個嗰邊嘅房唔知點算嘅，即刻 WhatsApp我幫你實地勸退。錢變房容易，房變翻錢咧就難。買得慢，住得耐，蘇神來幫你，同埋帶你睇真相。下期見。